文化新眼界来看到文化部所办理的百年公会堂人物影像民族志的计划。今年是邀请到画家郑桂英、桂坤祥加传统的歌顶艺术肖在干，希望透过影像的记录，把这老艺术的创作过程、工法甲手路当中甲保留落来。 画画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说，它是一种兴趣的欲望吧，哈。今年93岁资深艺术家张桂英自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过去捌担任过高中老师以及台湾艺术学院教授。伊的作品风格主要是在抽象参实体之间，讲到选择学画图的过程，心肝内拢是感想。在那个时候，女孩子学画画，好像人家都是这个是没有出路的事情。到老了为止，我觉得呢，自己选择的路是好像蛮幸运的。 传统歌仔顶不论是凤凰，也是人的造型，优柔手工加上活跳跳的表情，这是艺术家肖在干老师的作品。我的画面甲别人的画面无同，我的画面是看过就有迄样的物件会形出来，因为古的画面就敢若死死角角，敢若焦蓝的安尼啦。我们用影像保留他们的即时的故事，那非常的感动而动感。那这也是文化部在提倡文化平权跟在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今年的百年公会堂人物影像计划，邀请到张桂英、魏坤松参肖在干老师，希望透过影像记录，将艺术家创作过程以及人生故事永远保存落来。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